间冷暖是多现实，生离死别是多残酷，是非恩怨是多烦忧，灾难频传是多恐怖。世间冷暖是多现实，生离死别是多残酷，是非恩怨是多烦忧，灾难频传是多恐怖。慈爱父亲阿弥陀佛，殷勤交代不可逗留，顺从佛愿一心念佛，发愿西方还回家园。慈爱父亲阿弥陀佛，殷勤交代不可逗留，顺从佛愿一心念佛，发愿西方还回家园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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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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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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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好听吧？这首歌好像有一点那个日本的味道那个音乐那种味道，但是很奇怪，我是因为那个悲从中来。看到因为战争而罹难的这些将士们，实在很悲惨可怜。这种生离死别是非常的残酷，非常的残酷。所以灾难频传是多恐怖，我们一听就让大家毛骨悚然。心惊胆战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希望世界和平人民能够安乐，天下能够太平，就是希望求这个。那么这首歌呢，就要分享让大众呢好好的能够来练习练习你唱了以后，对阿弥陀佛表达一种最恭敬的诚意。那么他要我们孩子们回家吧。赶快回来，赶快回来！我们慈爱的父亲阿弥陀佛一再的交代，世间是五浊恶世，多灾多难，
是一个非常痛苦、残酷的事件，所以我们要赶紧回去，不要逗留哦，要顺从佛愿，一心一意的，我们要顺从阿弥陀佛的期待，阿弥陀佛的吩咐，一心来念佛，发愿西方返回家园。那如果大家都跳脱，离开了这个恶道。离开恶道，我们呢好好成就道业。师父深深的祝福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